大家好，我是广西故事讲述官，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中心总经理吴庆轩。质量好，交货快，这是海外客户对柳钢造的评价。而这短短6个字的背后，不仅是客户的肯定，更是柳钢集团求真务实，参加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共享发展成果的真实写照。2023年，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增了8个国家，产品遍布了5大洲，与伙伴一同共享柳钢造的解决方案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源自中国，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。共享柳钢造，创新创造成果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